依然有一间批的病院，传承到第3代了。红桥院长的师傅黄宗杰讲，每一箱的老批的，拢有一个故事。手提工具，师傅真小心，慢慢啊咧雕塑下底。遮大无用煞，煞来，阁有人客摕球下来，一针一针慢慢啊填，互球的有新生命。这间伫宜兰新民路的批的病院，传承到即卖已经来到第3代，嘛有袂少忠实的客户。这间正后修理，我都拢遮修理。黄师傅20几岁就对伊的丈人学习，虽然伊的双手经常拢会起水泡，甚至挂着伤老血，伊嘛袂嫌忝。那时候我岳父年纪大了，因为他都生女儿，希望说我们这一步去承接这个工作。我思考之后觉得，其实这个技艺也失传了，其实蛮可惜的。曾经有一届，一位老先生早是双旧鞋仔来，就算开国较侪钱，嘛要甲修理好。原来是这老先生过身的太太所留落来的鞋，而且了解每一双鞋拢有伊的故事，希望帮助这故事会当继续行落去。而且有民众思考，伫这啥物拢会当轻松买到的时代，珍惜物资的重要。